港鐵火炭站起步，經樂林路入數九肚南坑，九肚南坑沿起九肚山南坡，流入火炭明渠，途經兩個儲水池，間道收窄，從這裡攀上，間道通順。今天來九肚南坑是想尋找九肚南石塔，須在188米跟左邊的路杯離間，回望九肚南坑，從這裡攀上去。九肚南石塔位於九肚南坑和九肚山南脊的中間，比較接近九肚南脊，在石塔的頂部環顧四周，看看有沒有好玩的攀爬，跟石塔的側面合照。來試環石塔的頂部吧，在下面徒手就能輕鬆攀上。探子回報說沒手腳位啊，那麼就隻玩樂吧。在九肚南石塔上留影，再環這邊，難度不太高。離開石塔跟路杯走，途經長頸鹿樹，續走路杯，到路口轉左，跟繩下走，途經青蛙石，側面是象鼻石，路杯接上樓梯，沿路都清晰和有絲帶，又途經界石，最後往晉陽村方向走，收工往村內飲下午茶。